最近呢，喺澳洲，大家呢都熱烈討論緊一件事，就係選舉啦。喺街上面呢，到處都見到候選人喺度宣傳自己嘅政黨。嚟緊呢，就係澳洲嘅州選舉日子，即係呢將會選一個新嘅州長出嚟。咁呢一次呢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喺澳洲投票嘅。不過呢，我發現一件有趣嘅事，就係各個候選人呢，佢哋宣傳嘅海報呢，同地產經紀係極類似嘅。呢個係候選人，而呢個係地產經紀。呢個係候選人，然後呢個呢，我唔到嘅都係候選人。呢個係地產經紀啦啩？而我雪櫃上面嘅磁石係候選人定地產經紀呢？不過呢，無論自己對於政治有興趣啲，定係對於買屋有興趣啲呢，投票都係走唔甩嘅事。澳洲政府呢係非常重視投票呢一件事，如果冇去投票呢，係會罰款嘅。根據政府網上面所講呢，如果第一次冇投票罰50蚊，再犯呢就每次75蚊噶啦。而為免俾人罰款呢，我哋有時間呢就嗱嗱聲去咗投票站投票先啦。喺票站外面呢，都見到一啲唔同嘅政黨喺呢一度擺攤做宣傳。咁而除咗投票正日之外呢，其實會提早2星期呢，就有一啲票站呢開放俾人提早投票，以防有啲人喺正日有事或者要返工真係嚟唔到。另外呢，亦都可以選擇郵寄投票嘅，甚至喺海外嘅澳洲人呢，都係需要郵寄返嚟投票。所以呢，其實係真係冇藉口唔去投票嘅。所以如果大家準備移民澳洲，就一定要記實投票嘅日子，唔好錯過啦。